望下你周圍，周圍都係光啊！我哋睇到呢個世界係因為光入咗我哋對眼，聽落好簡單。但係你想諗下，就喺呢一刻，房入邊每一件物件嘅光都向住四面八方行緊。當你望住一樣嘢，嗰樣嘢嘅光去到你對眼，同時你身上嘅光亦都去緊嗰樣嘢度，光喺度周圍穿插、重疊、佔用緊同一個空間。到底係點運作㗎？點解幾十億條光線周圍走都唔會亂晒坑？點解喺呢堆混亂入邊，你仲可以睇到一個咁清楚嘅影像？呢啲仲只係可見光啫。而家呢間房入邊仲有無數嘅收音機波啊、電視信號啊、你身體排出嘅熱能啊、飛機嘅雷達啊、宇宙嚟嘅 X 光啊，全部都同時穿過緊呢個空間啦，穿過緊你。佢哋本質上同光一模一樣，只係波長唔同。咁光到底係咩嚟嘅？喺學校學嗰套其實唔完整，甚至喺關鍵地方係錯嘅。光嘅真相同佢行路嘅方法其實好奇怪，同我哋日常經驗完全唔同啦。當你真係明咗，個世界會完全唔同晒。等我解釋俾你聽，想像你坐喺泳池邊，啲人係咁跳落水，嘣一聲，水波周圍傳，啲水波跌埋一齊，成個池亂晒。而家想像有一隻好叻嘅昆蟲坐喺池邊，佢只係坐喺度感受啲水波撞埋佢度。雖然水波嚟自唔同方向、唔同節奏、唔同強度，大指昆蟲可唔可以單憑呢啲水波就推斷到個池發生咩事？佢可唔可以講出邊個跳落水，喺邊度跳，幾時跳？聽落好似冇可能，但係原理上係得嘅。所有資訊都喺晒啲波入邊。依樣就係你對眼而家做緊嘅嘢。光嚟到你對眼就好似泳池嘅波咁，只不過佢係3x3D 嘅，你對眼就好似一個1/1寸咁細嘅探測器喺一堆混亂嘅波動入邊執翻出個世界嘅影像。呢件事最勁嘅地方係，當你望住我，你左邊嘅人又可以望到你右邊嘅人，光線周圍穿插，佢唔係好似箭咁互相撞開，而係好似電場喺度震動，好似水位升降咁。呢種運動咁複雜，但係結果係你見到我完全唔受其他光線干擾，呢個就係隱形嘅海洋。講翻啲波，你對眼只係睇到某段波長，大約係10,000,000,000,000,000咁長。咁長啲、慢啲嘅波呢，嗰啲係熱，我哋叫紅外線，我哋睇唔到。但係響微石對眼就睇到。波長再長啲嘅話，就係收音機波，佢同光係一模一樣嘅嘢，只係長好多。即係話你坐喺度，除咗睇到嘢，仲有莫斯科廣播電台、秘魯嘅信號、飛機嘅雷達，全部都喺依間房入邊穿過緊。仲有 X 光同宇宙射線。你不信，你攞條電線接埋個收音機，調啱個頻率，你就會聽到莫斯科電台。佢一直都喺度，你只係開咗收音機先發現佢。幾百年嚟，大家一直嘈緊光，係咩？牛頓話係粒子，好似子彈咁行直線；維更斯就話係波，好似水波咁。兩邊嘈咗200年，後嚟有個相逢實驗，光穿過兩條罅會出現干涉條紋，呢個係波先會做嘅嘢啊！所以大家以為係波，點知後來發明咗更靈敏嘅感應器，發現光係一粒粒咁嚟嘅，嗒嗒嗒咁。咁到底係波定粒子？答案係兩樣都唔係，光就係光。我哋日常生活中冇嘢可以比喻佢，所以先夾硬用波或者粒子去形容佢係量子物體。如果光唔係子彈，點解佢行直線？呢度最靚，光會揀最短時間嘅路徑。費馬原理話，光由 A 去 B 會揀用最少時間嗰條路。點解光入水會變彎折射？想像你係救生員要救水入邊嘅人，你喺沙灘跑得快過喺水游，所以你唔會行直線，你會喺沙灘跑多一段，縮短游水距離。光都係咁，佢揀咗最快救到人去到目的地嗰條路，海市蜃樓都係咁，熱空氣薄啲，光行得快啲，所以佢會彎落去行快啲，再彈翻上你對眼，令你以為地下有水。透鏡 lens 又係點運作？透鏡嘅秘密係等化時間，佢利用中間厚、邊邊薄嘅玻璃，令所有唔同路徑嘅光，最後都用一樣嘅時間去到焦點。咁光點知邊條路最快？佢係咪會先探路？答案係，呢個就係波長嘅作用咯。光其實係同時探索所有可能嘅路徑，每一條路呢，都有一個小箭頭複數箭頭轉動嘅角度，代表時間。
喺最短時間附近嘅路徑，啲箭頭方向差唔多，所以會加強。但偏離最短路徑嘅地方，箭頭轉得太亂，互相抵消晒，所以望落去就好似光只係行咗一條最短時間嘅路。由幾公里長嘅收音機波到極短嘅 X 光同伽馬射線，全部都係同一種嘢。佢哋全部喺呢間房入邊互不干涉，形成一個巨大嘅震動網絡。當你唔望佢嘅時候，光子會探索所有路徑；當你探測佢嘅時候，佢就係一粒粒子。物理學嘅美就係要擴張我哋嘅直覺，去感受大自然呢種難以想像嘅本質。當你真係明白咗個世界會變得比你想象中更奇怪、更靚。